物反。杨求方言曰：参于其短者，自观之悉谓之。或不著允俗，明念君子即是诸于上加秀，如今之半理。或袖下有永字，著六序汉之曰：识之者见之，以为吾之不忠，深之哉也。乃敦复曰：君必之，是狐妖也。其后更始遂为赤眉所杀。及更始至洛阳，乃遣光武以莫鲁将军行大司马事。10月，持节北渡河，一镇魏州郡。左道部县折见2000石长令3。老官署下至左史2考察处置泸州牧请副使。专者平切，囚徒除王莽苛政，自复汉官。丽人喜悦争持牛酒以饱。依据11，注一汉官仪曰：太尉、秦官也，武力更名大司马。节，所以谓信也，以竹谓之，柄长8尺，以牦牛尾为其帽3重。某言与田毅书曰：今以一节之任，见三军之威，岂特宠其8尺？知竹、牦牛之尾哉？续汉志曰：更始时，南方有童谣云：邪不邪，在赤眉；俄不得，在河北。后更始为赤眉所杀，是不邪也。光武有何？北而兴，是得之也。筑2000百魏郡守也。常历魏县令常及城魏也。酸老者，相关也。高祖制，前书曰：举人年50以上，有修行能率息者，制以为3。老，北乡一人，则乡3老魏县3老，与令常城魏一事相较，故其尧数。续汉志曰：每4史间有从事史驾佐，每县各置诸。是陶院史也。注3汉初遣丞相使分次州，武帝改制刺史，察州至600石。成帝更名部至2000石。汉官典仪曰：刺史行郡国，行察。政教处置能部，断理渊狱也。注四说文曰：科小草也。言政令反信。礼记曰：苛政猛于虎。今至邯郸，一故赵庙王子陵2说光武曰：赤眉今在河东，但决水灌之100万之西可使魏人。酸光武不达，取之真定。自陵于是，乃诈以武者王郎为成帝子于52月立郎为天子，都邯郸，遂遣使者降下郡国。注一县名，属赵国今闽州县也。前书音译，韩、山里、班、晋也。海山至此而尽。城郭自皆从矣，因以无边。注2庙王，景帝7代孙，名远。前书曰：原作杀人，未大。依据12，鸿胪所奏。是曰庙因拗。公关节日，邻作领子。注3赤眉贼帅樊崇等恐其西与王莽兵乱，皆诛其北以相敌。故曰赤眉。续汉书曰：是时上平河北或邯郸，临晋见言。赤眉可破。上问其故，对曰：河水从猎人北流，卢绝河水灌之，皆可令未死。上不然之。猎人县故城在今闽州北，乡县东北。注4县名，属真定国今衡州县也。注5前书曰：立国将军孙建奏云不知何一男子遮陈车前，自称汉室刘子瑜，成帝下妻子也，刘氏当父。故郎因而称之。2年正月，光武以王郎兴盛，来北训疾。因王郎以喜构光50万户，2儿故广阳王子刘阶3起兵冀中以应郎，城内扰乱，转相惊恐，沿邯郸使者方道2000石以下皆出。于是光武去，驾南原，自陈夜不敢入城邑，舍10道棒。至饶阳，武官属兼拔。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，入传舍。6传吏方进时，从者急，争夺之。传吏疑其位，乃追捕数十通，期待沿邯郸将军至发。官属皆失色。光武升车御驰，继而居不免，徐
还作曰：“请。”邯郸将军怒，酒乃驾去。船中人摇与门者避之。门常曰：“天下具可知而必长者乎？”遂得难出。乘夜间行，蒙泛霜雪，9天10寒，面皆破裂。至呼沱河，时无船，是遇冰河得过11，未必数车而陷。进至下伯城西。12，王或不知所知。有白衣老妇在道旁。13，指曰：“努力。”信都，郡尉长安守去此80里。14，光武即持父之，信都太守任光。开本初日，世祖因发庞县得4000人，先及唐阳市县皆降。之。15，王莽和荣承族正陪同一举郡将。16，右昌城人刘直、宋子人耿纯、17，各律宗亲子弟聚其县邑，以奉光武。于是北将下曲阳。18，西烧河恶妇者至有数万人。后汉书13，注一县名，属涿郡，今幽州县矣。本自从契从义。见说文。注2说文曰：席以木简魏书，长尺2寸。谓之席。征召也。又曰：以才有所求曰够。谓武奏事曰：若有即插以击语，谓之以席。注3广阳王名家，武帝5代孙。注4去即也读曰卒。注5县名，属安平国在饶河之阳，故城在今明州饶阳县。东北。注6客馆也。传音之练板下统。注7追音直追反。注8代延期狂也阴代。注9蒙茂也。注10山海经云，太息之山，巫婆之水出焉。在今代州，环治县东，流经定州深泽县东南，及光武所渡处，今俗犹谓之。为渡口。陈协案，巫婆河就在饶阳南，至魏太祖曹操因饶河无决，令北筑新沟水，所以今代饶阳县北。注11，续汉书曰：时兵划马江，乃各以囊盛沙步兵上路。焉。注12，夏伯县属信都国。在渤水之下，故曰夏伯。